在风台过了连续过6天的大雨后，云林古坑的草岭村是出现积水湖。即马这内底的水呢是直直安尼溢出来，积水湖的水位即马已经降2-3公尺。也那第4号传分署是表示讲，即马呢这清水溪压力已经无遐大，警戒解除，请民众着爱安心。 本来阻碍清水溪河道形成的古坑崩山湖，因为落雨水流冲击，还有土石一直冲入，崩山湖的水流出来，即马清水溪河道有较稳定，风险降低已经解除警戒。涉湖的水位已经大幅的下降23公尺。 坝体中段也经水流的一个下切，形成顶宽约72公尺的畅通流入，蓄水量也由原来的2245万立方公尺大幅减少到420万立方公尺，已经恢复河道的通洪能力，请民众安心。 古坑乡草岭村的村长陈平通讲，这个崩山湖水被因为土石崩来形成，最高尾暗6点左右，有人通报讲水溢流出来，河水草桥水位一直涨起来，赶紧封桥，即马水位已经降来。水有较大，目前请大家放心，已经水的迄个慢慢消退去。希望说它水量不要一次太多，造成 河道太快速的高涨，所以希望它慢慢的可以溢流，然后让那个堤坝自然溃掉。第4号传分署讲，会继续监控清水溪的水位，并且用无人机对特定监测坝体稳定的状况，加回水的范围。因为坝体有继续水流出来情形，若是有状况，会通报相关单位配合应用。也希望民众离河道较远的注意家己安全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